多新股上市之後咧，第一日嗰個股價上升一陣間咧，跟住咧股價就一蹶不振，咁咧就投資者咧、散戶投資者咧都冇機會翻本嘅。咁呢個情況應該係點樣做法好咧？其實咧，投資者咧最緊要咧就要研究下呢個股份佢個幕後到底係咪有咁嘅價值喺度，有冇咁嘅投資價值？咁好似最近上市嘅瑞金礦業咁樣樣。咁如果你研究下佢嗰個背景之後咧，原來發覺咧，佢所謂個3個金礦咧，佢係3年之前咧就以2億元人民幣收購翻嚟嘅。咁啊3年之後咧，佢經過包裝過咧，咁就以市值咧就40億就賣出啲股票。咁變咗咧3年之內咧，佢基本上乜嘢都冇做過，只不過做啲文件之後咧，佢就將佢嗰個價值咧就係估大咗20倍嘅，可以話咧可以非常之暴利。咁個投資者咧，如果買咗呢隻股票咧，咁其實咧就只係物非所值啦。咁所以咧，佢呢個招股價係6個2毫半，上市嗰時曾經升到去7個1毫2，但係咧之後咧一直都滑落，咁啊滑落到而家4個6。咁仲有冇投資價值咧？不過我哋頭先咧，我哋已經分析咗啦。其實咧，佢個估值咧已經即係好多水分，吹漲大咗20倍。咁啊，金礦咧係3年之前咧，只不過係值2億元嘅。咁就算而家嗰個金價升咗1倍，其實就冇1倍嘅。咁最多咧即係值4億元到。咁即係話咧，嗰個股價咧仍然有好大下跌嘅空間。咁即係就呼籲投資者咧，如果揸貨嘅咧，最好先沽咗出去啦。